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贪食无补数，老屎就艰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艰苦的艰，读过安艰第一条。古早大字字典解说艰，本地意思是讲土地恶种作，歹趁食，足困苦。咱讲艰苦艰辛。另外，嘛有互人主动或者是互代志挡掉意思。咱讲艰难艰价，嘛有人讲艰苦价。就有一句话讲，人无艰苦价，难得世间财。意思就是讲爱辛苦才有甘。啊，若形容足艰苦，咱讲艰苦济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艰苦人，意思就是善食人、无钱的人、生活歹过的人。第二个是一句俗谚语，人讲艰苦头，看外尾。这个意思是讲做任何代志都要先辛苦，后壁才会当享受到成功的成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合做伙。迄人讲阿明细汉厝内歹过，算是艰苦人，也毋过伊无劣志，颠倒比一般人搁较拼死，将其买来成功。有影是艰苦头，看外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